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互阮伫新春过年，大家逐户逐人拢会当平安喜乐，会当互阮重新来再出发，来领受上帝你的恩典甲疼读。愿上帝你亲自引带，互阮伫今年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阵，通谦卑跟对主的脚步，嘛伫上帝你的带领中间，互阮开始伫大灾祭期的时阵，通备办搁活一个来到。天父上帝，阮恳求你来成做阮的祝福，会当互阮反悔来信福音。嘛通互阮会当伫即个稳定的中间，重新转来到伫福音的起头，也就是耶稣基督。但愿恳求主你的圣神来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过年。已经结束，咱也准备照教会的行事历，进入到伫大灾祭期，嘛是教会真要紧的一个时阵。咱要通过大灾祭期来再一次认捌家己，嘛来认捌上帝。所以今仔日伫大灾祭期，特别是第一主日，牧师要照着整个咱普世的教会伫即主日，拢来使用马可福音书的第1章第90到15节的经文来互相分享，互相来勉励。伫今年，无论是基督教，或者是伫天主教，整个这大灾祭期的主题，也就是马太福音书20章的18节。也就是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我想伫大灾祭期，咱嘛趁这个机会，重新来邀请咱做伙来认捌，也就是伫这40日，伫教会的节期中间，咱的确用着祈祷、敬ce甲分享，来成做咱日常生活和这个甲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通过伫四旬节期的即个释义，咱伫即段时间拢用知识来做代表。所以嘛，也因为安尼，咱伫讲台的中间会来用上介简朴的方式来去纪念耶稣基督的恩典甲疼读。所以，咱伫第4主日才会来伫讲台插会。我想伫即个教会的节期和礼仪的中间，咱做伙咧学习，嘛做伙咧认捌，互咱的生活甲圣经会当有搁较侪连接，搁较侪关系。所以今仔日咱的周报，若咱手头有周报的兄弟姊妹，无需邀请咱做伙来看咱的周报。伫周报的第4面的所在，嘛有来甲咱大家做邀请。也就是伫第4面第2点，伫大灾祭期，做一个基督徒，的确爱去注重家己的灵修生活，用认罪反悔的心和行动来更新家己，搁较应该爱体会基督为人担当罪死伫十字架的苦心，做伙用怜悯的态度来关怀社会的弱势。或者是病痛中的人，或者是有需要帮助的弱势者，透过实际的行动参与伫救助，来成做上帝拯救世间的一份子。所以，咱透过伫即款的信息中间，咱求上帝的圣神来成做咱的帮助，会当互咱伫接续即40日灵修的生活，通伫过活节来到的时，互咱会当省察、警醒来更新家己的信仰。嘛，重新来立志咱甲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咱要进入到伫今仔日圣经的分享内省，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咱伫今仔日的金句记载自彼得前书3章21节，
彼得前书3章21节，咱台语甲华语咱连续来读2遍，咱台语先来读3，请。这个所关照的洗礼，打也救恁，毋是除去肉体的垃圾，就是无通责备的良心，上帝来求，是对耶稣基督的高我。再来一遍咯，请。这个所关照的洗礼，打救恁，毋是除去肉体的垃圾，就是无通责备的良心。上帝来求，是对耶稣基督的高我。好，我们一起来念华语，也是念2次3，请。这水就是预表洗礼，这洗礼现在拯救了你们，不是洗涤你们身体的污垢，而是以清白的良心向上帝许愿。这洗礼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了你们。再一次。这水就是预表洗礼，这洗礼现在拯救了你们，不是洗涤你们身体的污垢，而是以清白的良心向上帝许愿。这洗礼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了你们。感谢主，咱若手头有圣经的兄弟，都再一次邀请咱拍开咱的圣经，做伙来看马太福音书第1章第9节到15节的经文。伫今仔日个经文有真要紧的记载，也就是来讲起着耶稣受洗礼，甲面对着试探，以及开始伫加利利传道的记载。虽然大先看起着讲耶稣伫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礼，咱会当看起着一个事实，就是连耶稣伊嘛需要受洗礼。通过用水来做洗礼这个动作，拄则咱所中读的这个经句中间，嘛，互咱会当去做一个理解。这个用水洗礼，嘛是代表上帝赦免人的罪。所以，当耶稣来担当众人的罪，来伫这中间来连接起来的时阵，咱会当看见着讲，受洗以后的耶稣对水起来，迄当阵天开。圣神就亲像钱仔来降伫伊的身上。虽然看起着这个文字，会当明白圣神对天顶落来，由上而下。所以伫今仔这个圣经嘛，咧甲咱提醒讲，圣神亲像钱仔，这个意思嘛是互咱看见着讲，伫旧约，特别伫挪亚做大船的时阵，有钱仔加着树枝来象征。万甲平安，所以伫即中间，咱看见着讲天顶有声讲：“你是我所疼的囝，我欢喜你。”嘛代表讲耶稣受洗以后，现在是清气的人，圣神降临伫伊的身上。换一句话讲，耶稣是圣洁。伫即中间，咱看见着圣神来降临伫伊的生活内底，来成做伊的夫妻。所以伫12节到13节的记载中间，咱看见着讲耶稣到伫旷野伫遐有40日。4节对着圣经的记载来讲，伊是有信心立定的一个意思。无论是摩西，无论是以利亚，拢共款有40日的经验。所以通过安尼，咱看见着讲耶稣伊咧服侍，毋是干那伊一个，是伊甲圣神做伙同工。来克服对撒旦的试探。不过伫经文的中间，咱看见着，互咱有真大的安慰，也就是虽然耶稣一个人，却是圣神伫即中间来成做伊的安慰甲帮助。上帝无互咱一个人来面对着试探，犹原有天使伫遮来成做咱的扶持甲照顾。所以伫耶稣的受洗甲试探，伫遮来做一个。记载了后，伫遮有一个真要紧，咱普通时咧读，拢往往来甲伊忽略的14节，因为伫迄日发生一个事，也就是约翰已经关监。咱看见着讲代志咧演变真紧，
拄则咱咧读讲，约翰帮耶稣行洗礼，确实伫14节，约翰已经被关监。为什么约翰会被关监？因为伊来得罪希律王。换一句话讲，咱看起着圣经的记载，因为希律王贪恋别人的某，破坏别人的家庭，所以伫迄个过程，嘛是伫迄个时代的背景，耶稣出来传道理。伫即个传道理的时，咱看见着耶稣讲：日期满啦，上帝的国君啦，恁着反悔来信福音。所以伫遮咱通看见着讲，什么是福音？等下到伫马可福音书第1章的第1节，甲咱讲，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所以伫整个咱咧看今仔日个经文的时阵，那如果咱咧通过书读圣经，拄则咱所认捌、看个别的即个信息内底，通看见着讲，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咱的主。换一句话讲，耶稣基督上帝的囝是咱的主的时阵，这就是咧帮助咱会当清楚今仔日咱的反悔甲咱的信，只有单单来援引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伫马可福音书的记载中间，咱会当看见到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就是当耶稣出来传道理，开始招门徒了后，做的第一项事，就是伊对21节开始来成做迄个犯着鬼的人的一个帮助。互即个犯着鬼的人，伊的性命会当透过耶稣基督的权柄来成做讨办。也因为安尼，咱通看见着耶稣基督的作为是建立伫上帝的慈悲、良善甲仁爱。但是咱若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特别甲重点来看伫14节甲15节的记载内底，会看见着一个真要紧的事，拄则牧师有甲咱大家分享，就是约翰被关监，但是伫上时，耶稣讲上帝的国君啊，世间的关系甲上帝国来成做一个对比。我想咱细转来看约翰被关监的即个事。那如果你手头有摕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这本圣经真趣味，因为伊的翻译会当互咱看见着无共款的角度甲字眼。这个圣经伊来提起着当时的希律，伊去贪恋别人的某。这个别人的某就是家己小弟的某，叫做希罗底、希罗底。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希律为着要互即个妇人人欢喜，希律来甲即个妇人人答应，无论你开什么款的条件，我拢甲你应付。甚至佫重复一遍讲，你要爱什么条件，甚至我甲一半的江山拢拨互你，我拢甘愿。但是伫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咱伫台语圣经看袂到，确实伫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有一个字眼真趣味，叫做讨好。咱若如果手头你有法度看到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的这个翻译的时阵，伊讲希律为了讨好希罗底，开出任何的条件。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就开始互咱有想象的空间。什么叫做讨好？徛伫心理学的角度，就是我需要有做什么款的事，才会当得到别人的肯定。所以，伊所面对着迄个需要互人肯定，是爱有条件。为了要迎合一个人对你的肯定，或者是要得到一个人的肯定的时候，用讨好的方式。
活伫一个有条件的疼。所以希律王会当用着真侪技巧的方式，为着要互即个负责人来意爱伊，为着要互即个负责人来欢喜伊。所以，为了把讨好这个动作做好，咱通看见着讲希律王伊已经失去理性的思考。换一句话讲，希律王伊用权力来忽略公义甲仁爱。因为若照圣经的记载，亚瑟的约翰屡次向他劝言啦，就是讲几啊摆来甲伊苛刻，你毋通做遮的事，却是希律为着要讨好即个负责人，啥物代志拢做出。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迄个世界的掌权的价值观，也对着亚瑟的约翰受掠被关押的即个代志，上帝国伫当时的圣经的背景中间，却愈来愈遥远。各位兄弟姊妹，伫咱台湾基督教教会的信仰告别足清楚甲咱讲，啥物叫做上帝国？上帝国就是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但是伫上帝国愈来愈远的时阵，上帝介入伫人的生活，耶稣基督出现，来做一个转折。所以伫15节，耶稣讲着反悔来信福音，就是咱爱重新转来去面对着上帝的作为，来帮助咱对世间的关系会当得到讨伐。各位兄弟姊妹，上帝国君嘛说明上帝的主权要来到，透过耶稣基督会当看见着上帝的作为和圣神的做工。所以上帝的主权会当讲，就是无有一项物件是伫上帝以外。上帝的主权就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在上帝以外。伫迄个真实的感受中间，会当用敬虔来体会，然后来承接上帝的疼甲恩典。这是需要有公义甲圣洁。所以反悔来顺服上帝的主权，来信福音，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阵，咱会当看见着讲马可福音书的耶稣，和马太、路加的耶稣无共款。因为马可的耶稣，伊透过伊的工作，透过伊的行动，要来互每一个人的性命会当得到转变，会当互世间的关系会当得到讨放，透过安尼，互人活伫上帝的主权内底。所以咱咧看马可福音书，耶稣做三项事：第一，传道理；第二，医病；第三，赶鬼。所以透过这个工作，互人会当得到讨放，互人的性命会当降服伫上帝的主权。若是安尼的时阵，今仔日个圣经对咱活伫台湾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有啥物款的意思？特别今仔日个圣经甲咱讲，上帝的国君啊，咱要来问一个问题。是有偌近？上帝的国近了有多近？想，倒来到伫咱家己的生活、咱家己的实况、咱重新来思考的时阵，特别咱伫大灾这期的第一主日，互咱有真侪遮的思考来成做咱的帮助。特别伫过去一年，就拄则亲像启义长老咧带咱祈祷的时阵讲的，过去的一年是一个真挑战的一年，伫防疫的过程中间，咱嘛看见着真侪人性的问题，伫遮来显露出。
我毋知影即摆大家的记忆是啥款。伫去年即一年，差不多约伫即个时阵，伫整个社会流行一句话，迄句话叫做"你先领，我 OK"， 为着啥物呢？为着喙红。然后到一段时间了后，咱看见着上介好的见证伫淡江中学来发动献help。咱通看见着讲，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不得不承认，迄个彼此相听的见证，互咱得到激励。确实，咱嘛伫上时看见着人性。为着包机，为着假的喙暗遮的代志，看见着自私和虚假。我想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看见着遮的新闻的时阵，咱往往拢会透过信仰来诚做一个思考甲反省。到底倒一项事较合伫上帝的国？是你先领我 OK，can help， 较合伫上帝国，也是讲假的喙暗、大俗包飞机，即款的事较合伫上帝国。咱会当看见着讲，彼此相听的见证，互咱看见着原来耶稣就伫咱的中间，却是虚伪、自私。却存在白贼甲埋怨，所以上帝国离咱有偌近，会在伫咱每一个人的生活，嘛，互咱定心去想，伫咱的生活中间，要求有真侪不义、不安、忧愁来成做咱的捆绑的时阵，那安尼，咱敢毋就是需要耶稣来成做咱的救赎？互咱的性命甲生活会当得到透放。各位兄弟姊妹，伫大灾这期，咱嘛要问咱家己，咱甲上帝国的距离有偌远？咱甲上帝的国，迄个耶稣讲的，迄个上帝的国是远还是近？牧师要邀请咱透过伫大灾这期的这段时间，咱把握来亲近上帝，会当透过灵修甲礼拜来维持咱甲上帝的连接。做一个基督徒，咱就算伫大多数的时间拢生活伫社会。但是毋通来袂去即爱分别做事，互家己有搁较侪省察自我的时间，用信仰甲生活来进行对话，来超找着反悔的机会。所以，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来常常读圣经，常常来祈祷，邀请咱搁较踊跃参加礼拜甲祈祷会，相信俗世的罪恶。痛苦甲死亡的消退，所取代的是属灵的平安甲喜乐。各位兄弟姊妹，咱伫念边等下要来守圣餐，牧师邀请咱伫大灾这期，陪伴咱家己，用敬虔的心来强守圣礼德，因为领圣餐。是代表上帝的临在伫咱的中间，互咱会当透过信仰来去领受上帝互咱的疼甲恩典，因带咱每一个人会当反悔来信福音，会当互咱甲上帝的国搁较亲近，进一步就互咱亲像耶稣共款，天父上帝甲咱讲：你是我所欢喜的囝，我欢喜你。三个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带领甲引带，
会当互阮伫大斋祭期的第一主日，做伙伫主你的面前来反悔，来做伙信耶稣基督。天父上帝，阮伫念边要透过圣餐来甲主连接，也愿上帝保守阮，会当互阮通过主你的看顾甲保守，通互阮常常记得耶稣基督，上帝的囝就是阮的主，要互阮来得到头报。当阮要将圣礼典摆咧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甲阮相甲伫得。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